最高行政法院昨判决撤销东山会认定国民党旧中央党部不当取得财产的行政处分，这11亿3000万国民党确定免纳。中华有一家火鸭8人去挖到 A 型链球菌，其中6个人单医6天。最近日本 A 型链球菌的疫情当得严重，要去日本的人爱特别注意。路透社报道讲，目前伊朗的强硬派伫咧6环战争要收煞无遐简单，而且因也放调讲要来攻击微软辉达等公司伫咧中东的办公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2AM 新闻，我是嘉豪。这最高行政法院昨判决撤销东山会认定国民党旧中央党部不当取得财产的行政处分，那这11亿3000万的国民党确定是唔免纳咯。国民党就讲呢，这东山会遐尼一年来是伫遐做政治操作，那东山会是回应讲，这款的结果严重违背大法官释字第793号所认定的转型正义核心价值，或者东山条例立法变做是空壳，失去转型正义的精神和力量。进前东山会认定国民党旧中央党部大楼属于不动财产，佮以这栋建物由23亿花被予张英发基金会为由，向国民党推定11.3亿。因过最高行政法院认为，东山会对安怎认定国民党以交易时，显然无相当对价出的土地甲建物无讲清楚，在以撤销处分专案定案。判决啊，就再一次的证明呢，不当党产条例呢，它原本就是一个恶法哈。党产会呢行清算之时，他在卖给张荣发基金会的时候呢，那个条例还没有施行。东山会回应，判决伫已经处分的东山类型加上，虽然是以无偿也是交易时，显然无相当的对价处置的要件，是将东山条例对不当处置财产的定义，添加法律所无的限制，犯了历史的不义，会当用法律技术来掩埋，也背离大法官释字第793号所钦定的转型正义核心价值。很遗憾，今天国民党的新闻稿还继续说，国民党原中央党部那不是不当党产，这代表台湾的转型正义还在半路上。另外，东山会认定国民党金门县党部金山店联络处是不当东山，国民党拍官司7年外，传出因为无缴裁判费土地的害，国民党表示袂阁上诉，是无想要浪费司法资源。是由民众呢捐赠来新建的。金门呢本来就是处在一个战地的一个状态，建界是非常的困难，不希望呢再浪费司法资源，所以呢我们就不再采取上诉的行动。国民党东山官司像结实以土地甲中共东山会败诉，当咧上诉，妇联会是向判决给付国库178亿，脱离赋税组织，有望会当上诉。中道刑事代国权是提出决心，另外救国团是方基是赋税组织。救国团虽然败诉，立法院三读修正东山条例，将救国团排除伫东山条例适用范围，也过行政院无要附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民众党李正秀的国际争议，立法院长韩国瑜裁示，伫咧查清楚司法判决进程，尊重李正秀的这立委身份也个职权。不过，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认为，无放弃伊的国籍，会去影响到立委的合法性。民进党团就质疑讲，每一位立委伫咧就职的时阵，拢爱签国籍法20条承诺书。林书翠也证实讲，李正秀伫咧登记的时阵，有签名来承诺家己只有中华民国国籍，也批评讲这韩国瑜协商的目的，只是要转过去尔。民众党中培立委李正秀身份资格问题继续引起讨论，在伊调协商上尾无达到共识。立法院长韩国瑜裁示，伫相关事实查明进程，甲司法上尾判决进程，爱尊重李正秀的立委身份甲职权行使。很敬佩韩院长的高度，那他也有维护立法院的尊严跟坚持行政中立，其实就希望行政单位能够可以不要再闹了吗？但我想，其实刘世芳他们会继续闹啦，这个是我预期中。李正秀受公布专访，感谢韩国瑜坚持行政中立，也透露国文台北私下找伊讲话，交代爱顾好中培权益，也后伫即期中培敢有对不起台湾人，也过话一顿，部分进前甲内政部提无涉及机密的资料有收到，也过内政部清采应付。
交差，对对对，交差。他给的是那种告诉你说啊，我回你，然后网址在这里。昨天韩院长就是这样子一个裁示之后，希望大家要尊重立法院，尊重韩院长啦，看看他们会不会有一些能够有一些转弯，这等于也是给他们一个台阶下嘛。民进党即期每一位立委伫就职的时，拢爱签国籍法20条承诺书，人事处证实，你经受登记的时亲自签名，承诺家己只有中华民国国籍，也批评韩国瑜协商过水是为了要放水。内政部长刘世芳认为，无放弃他国国籍，恐惊影响立委合法性。尊重立法院的那个协商协议，但是我觉得说很可惜，我们并没有就法来论法，不管是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或是从中选会的选罢法，或是从那个我们的国籍法。那李珍秀女士呢，其实她在立法委员的释法资格上面是有疑虑的。立法院做出不撤销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是很遗憾。未来对李珍秀女士的所知或者质询，我们都还是会照我们原来的态度。李正秀表示，希望伫韩国瑜裁示了后，大家爱尊重立法院，尊重韩国瑜，行正当法律程序拢尊重。要过法律判决进前，请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进前私人包机去到日本替 WBC 经典赛台湾选手加油，对相机部起降引起争议。那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今仔日安排考察相机部，带队国民党团的这个立委呢，齐卡心伊就表示，军方有正式讲，伫咧杜英泰出发的前一天，行政院就靠大家，包含相机部在内的相关单位开秘密会议分配任务。不过，这民进党立委张嘉宾是认为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伊的私人飞行机也捌用过着相机部所管辖的区域，也批评国民党团这国防条例放伫遐唔审查，有影是头较大过身。国民党立委齐卡心加入相机部，10日外交国防委员会调委马文君安排考察相机部，主要原因就是行政院长杜英泰进前私人行程包机去日本东京替 WBC 经典赛的台湾选手加油，为相机部起降。国防部长郭立雄讲，松山机场是军民合用的机场，不过也是引起在野质疑公器私用。卓荣泰院长出发的前一天，那呢，行政院有召集各个单位，那在松指部这边的专案任务就是商借了军用的停机坪，然后以及相关的空间。齐卡心提到出来讲，中央线东边的天机边属有军方，这个若不是行政院下令，无可能会让民众伫相机部坐包机。不过，前主席代表谢中庭伫面册答问，讲杜英泰有随护保护，本来就是特权，惊相机部方便安全保护，无违反法律。这只要经过民航局提出申请，国防部核定就可以。过去呢，包括郭台铭的湾流私人喷射机，也用过松指部他所管辖部分的滑行道、机棚。哪位考察相机部？不过国防特别预算的条例已经复委也未审查，张嘉宾是批评颠倒操作。齐卡心因讲，调委马文君是负责外交，国防是由民进党立委陈冠廷安排。相信后礼拜陈冠廷会做出相对应的排案。强调考察相机部是为了查清楚事实。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这病毒的问题呢？这中华有一家伙仔少年抓出现拿喉痛，甚至是痛甲嘴闭袂开。去病院检查才发现，讲是去喂着 A 型链球菌，8个人发生菌株感染，其中有6个人住院6天。医生表示讲呢，台湾旧历过年了后 A 型链球菌的疫情有加悬的现象，提醒民众出入这公共场所呢，就要接洗手、挂嘴暗。囡仔人嘴开开，医师详细检查，中华有一家伙仔，先是一位8岁囡仔出现拿喉痛，痛敢若像刀仔咧刮，甚至严重甲嘴闭袂开。随后厝内其他人嘛拢出现同款的症头，去病院检查才发现是去喂着有一人菌称呼的 A 型链球菌，厝内有8个人菌株感染，其中各有6个人住院治疗6天才好完全。小孩子不舒服，然后睡一整天，小孩子的嘴巴也都没有办法打开，那感觉很像撕裂伤。医生检查出来是 A 型链球菌，可是我们也没有去日本啊、外国啊，我们就在家里而已。然后结果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中。
医师表示，最近日本 A 型链球菌的疫情长咧拖，台湾因为去日本佚佗的人多，旧历过年了后，国内 A 型链球菌疫情冒压悬的现象，胃着病会出现，然后发炎、肿痛、发烧，那严重可能会发展成造成风热、急性腰子炎等等，影响心脏甲腰子的功能。感染之后，除了会造成扁桃腺炎，还有咽喉炎，它也有可能会感染到就是我们的肌肉，有可能会造成像猩红热、急性肾丝球肾炎。所以有可能会影响到心脏跟肾脏的功能。医师提醒 ，A 型链球菌主要透过烂手甲接触传染，民众出入公共场所上好爱挂喙罨、接洗手。厝内老人胃病，感染者一定爱挂喙罨，避免发生群组感染。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这条，唔知是上班无非发生事故无？这个苗栗通宵的秋茂园边高道昨暗发生一件事故，是这台铁新埔站线所的副站长驶休旅车违规撞过边高道去，互台铁的货物列车撞到。虽然人无安怎，不过牵涉到公共危险罪一部分会甲上班，台铁也要进行行政调查。赶快离开平交道。铁轨路的水泥是一直弹，风浪的白色休旅车后壁是拢甲摇，连连就喷去路顶。苗栗县通霄乡秋茂园铁轨路11暗时7点左右发生烧弄的事故，细数休旅车驾驶落入去铁轨路，去互台铁7501处货物列车跌落去，火车的车头嘛海去。好在在这个细数的查甫人赶紧落车，现场无人伤亡。方对驾驶书信男子实施酒测值为0。本分局查明相关事实，除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4条第1款规定，制单举发，另依公共危险罪移请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代志发生了后，伫咧社群平台都有网友指控，这个细数的查甫人是台铁新埔站的副站长，而且伫咧暗时7点半才下班，疑似是伫咧执勤的时阵乌白离开，无好好上班。台铁公司证实，这个细数的查甫人确实是新埔站的副站长，上班的时间是迄天透早7点半到暗时7点半。因为接班的同事提早到，才会下班。不过，细数的查甫人伫咧铁轨路水泥一直弹的时阵，硬要驶车弄过，目前已经先调离现职，听候调查。他的接班人7点就到了。所以他已经交接班完毕，然后开车经过平交道，会先把他调离现职，资料收集之后厘清之后我们会来加重处分。警方先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甲细数的查甫人罚15000到9万块的罚金，吊扣驾照1张，再搁以公共危险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今日代替因为这件事故，依次单向双向通行，一直到暗时8点54分才恢复全线的通行，拢总影响4架车。5点21分，营运甲火车损失，嘛要求细数的查甫人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台湾灯会办伫咧嘉义县，人有够侪是吵，也在现场呢，有这马里奥灯区有送这限量的砖仔纸灯，真侪民众呢，事先伫网络登记，说因为这数量有限，即马出现讲有人摕伫咧网络顶头卖。即马县政府表示讲，这款的纸灯呢，并无透过网络卖，唔通去互骗去。2026台湾灯会马里奥灯区就开放到今，大家拢有真侪人伫遮参观。其中限量的马里奥纸灯，阁是真侪人想要摕到的物件。网络顶面即马就出现真侪咧卖这个纸灯的情况。因为其实预约的这个步骤，他们其实有说明得很清楚，所以呢，其实就是去排队，然后也是增加一个参与感这样。现在诈骗太多了。有可能你付了钱，然后最后寄来的还不是正版的，有可能是或者是根本没寄给你之类的，对，怕被骗钱就对了。对啊，而且其实几点就可以换到了，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因为这届台湾灯会马里奥纸灯数量无济，所以网络预约是真侪人咧抢，有人就摕到纸灯来转卖，价上阁花到要800块。嘉义县政府就指出，灯会活动到3月15，民众透过预约也是参加活动的方式，拢会当来免钱摕到这个纸灯。如果说就是真的都预约不到的话，就会考虑上网买这样。民众如于网络发现贩卖或赠送行为，当提及卖货便实名认证、解除冻结账号等，均是诈骗，请勿上当。本局业已组成专案小组，对招诈案件加强查缉。嘉义县政府表示，这个纸灯只有伫2026台湾灯会现场，互人来领，无伫网络顶面来卖，呼吁民众莫透过不明来源买这的物件，以免受到诈骗。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来看这条，这南投的乡亲要注意空气品质咯。这南投市的这个清洁队呢，主管回收场早起11点多发生火灾，现场是烟蓬蓬，拢是乌烟。消防队随意来拍火，到暗头的时阵，还搁伫咧抢救。有人看到讲是伫处理这眠床贴的时阵无设立才会导火，而且现场呢是一大堆的回收物，风又搁透才会导甲遐尼紧。要若这导火原因，搁需要调查。龙岩时伫请个天顶去，远远就会当看到原来是南投市的主管回收场导火烧。消防人员布水线，另外一边的支援人力是陆续到场。11点外，南投市主管回收场发生大火，现场的火焰是真惊人。消防人员出动23个人力，含10几台大细台车到场来拍火。回收厂它其实本身也有做一些防火巷。它一开始烧的是最外围的那一个区块那可能是风势的助长的关系，有延烧到第2个区块。那我们现在第2个区块跟第3个区块中间，我们赶快这边做防护消防局表示讲，现场是踏满有的无的物件，加上风浸透，和火势一个就变甲真大。除了较紧用分区来控制，嘛持续转水降温，避免火势继续拖。但到底是安怎烧起来的？看到的民众讲，疑似是废弃的碰层处理过程无细致，才造成大火。床垫遐，有人咧作业，伊个是伫个床垫可能就是无新，伊个床垫贴过有泡沫的屑，因我知我看到因火灾伫遐的时阵，因倒足大个，我直接叫消防栓来救，可惜就是火势太大。官府嘛紧急发出警示，因为风向是持续对南平得靠，伫个风尾的南投市3个里和民间乡的4个村拢伫个影响的范围内，提醒民众爱减少出门，含关窗仔门，卖加强空品的监控。市公所嘛表示讲，会来检讨场内的空间配置。对，这个垃圾跟杂物实在太多了，所以这次火灾结束以后，我们也会去检讨垃圾计划的问题。公司表示讲，目前一般粪扫的区域是无互火气烧到，嘛呼吁管府爱加速粪扫的气化处理。消防局表示讲，这个火灾是无人受伤，一直到尾仔现场拢搁在持续拍火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有抓到一个诈骗集团，这个集团有误导背景，因专门骗一寡时段，去买一寡根本无存在的灵骨塔塔位，骗到手了后，阁想尽办法甲这时段拐钱。刑事局即届抓到12个，其中5个互法院裁定羁押。特勤队员提家师直接弄开姓李的主嫌，伫个高雄大个所在。刑事局人员敲出一大笔查拉钱，佮有一大堆被害人的资料。另外嘛抓到其他的共犯，一届甲12个人总抓起来。刑事局将到这个姓李的查甫创的诈骗集团，因锁定这回被害人用话术骗因买并无存在的灵骨塔，事后敢若互因告别变证，后续阁对同一阵被害人用各种名义假收钱，阁甲因骗第2届。再以保管费、节税、代书费以及广告费等话术对被害人进行第2次诈骗总计不法所得高达新台币4000余万元。刑事局调查发现，这个集团4档外不法得到4000多万。警方对去年底发动搜查，目前已经知影受害者有12个人，其中金额上济，高一个被害者就开2000多万买80多个灵骨塔。灵骨塔也是一个投资的标的。然后以低价买入之后可以找到买家以高价的方式再卖出。有些长者因为不断的付钱，但是始终看不到灵骨塔，才会惊觉自己被诈骗，才去报案。目前刑事局也搁咧扩大清查被害人，专案以涉嫌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以及洗钱防治法，移送桥头检方侦办。目前主嫌姓李的查甫等5人已经获法院裁定羁押，剩的7个共犯以10万到3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记者综合报道。透早伫屏东市发生一件轿车弄电火条的事故，警方到现场发现，讲这赛车的查甫人戆神，佮举刀甚至提把打讲甲驾车。警方伫咧车顶也查到毒品，喙烂快胎也有毒品反应，也甲这个查甫人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透早要6点，天也未光，一台乌色的轿车愈驶愈偏，直接对电火条弄落去。警察接到通报了后，赶到现场。你是驾驶人吗？你是啥？
警方到位发现驾驶手提一支刀仔，但是这名查甫人甲问话拢袂应，无想到伊甲刀仔放伫涂骹了后，搁去摕巴达讲家己的车，警员感觉伊马西，就随通报支援，问驾驶敢有需要叫救护车，伊嘛拒绝。落尾伫车顶发现毒品，就甲这名查甫人带转去派出所。到阳台看到，怎么有那个车祸啦？我不晓得，因为我来一边天差到拢伫遐。拢伫遐，救护车嘛伫遐。系啊。代志发生伫12透早，这名29岁姓纪的查甫人，哪像是食毒驶车，规个人戇神，驶到屏东市复兴路的时阵，家己去弄电火条，事故现场车壳的脆皮落4架，油流伫涂骹，警方伫车顶找到毒品咖啡包甲不明的白粉，喙烂快胎有第2级毒品的反应，就甲姓纪的查甫人移送侦办。警方并于车内查获毒品、咖啡包及不明白色粉末，经唾液快筛呈现第2级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社会秩序维护法等罪嫌，引起屏东地检署侦办。事故轿车已经刷去派出所调查，车头规密麻麻，安全气囊全部弹出来，想当时拢袂细力。警方提醒民众千万唔通食毒品驶车，莫害别人，佮害家己。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提醒观众朋友，贵重的物件爱随身揸。这高雄洪山有民众把钱放伫咧乌多摆衣橱内面，停伫咧电话卡，连续2天，贼仔拢去甲掀开，拢总互偷摕1万块的现金。这犯案的过程呢，拢互监视器翕落来。也因为这贼仔敢若用手就甲这衣橱掀开，乌多摆店就讲呢，贵重的物件千万唔当放伫咧内面，因为无需要工具，只要3秒就当掀开啊。查甫人鬼鬼祟祟，徛伫个奥多摆边仔，倒手对车身一拍，衣座就随拍开。伊伫车厢摇来摇去，摕走8000块现金。高雄洪山民众钱袋放伫个奥多摆车厢，找到连续2天，互共一个贼仔总共偷摕1万块。当事人讲，伊第1天发现钱碰见，就随甲钱袋摕起来，想袂到第2天换偷摕内底有备用的2000块。伊随调监视器报警，嘛打文提醒大家爱注意。警方表示，人已经抓到，等咧扩大了解，敢有其他受害者。涉案之王姓男子分别于3月8日、9日凌晨3时许，独自骑乘机车至被害人住处，以徒手方式开启被害人机车置物箱，趁隙窃取车内财物后即逃逸。我这惊叫，我都拢放已经久啊。拢在真？系啊。所以袂放伫内底啦。袂啊，消费者嘛。因为嫌犯无使用工具，敢若靠手就甲衣座拍开，车辆嘛无受到损伤。咱实际问奥多摆业者，因讲随风即摆新车伫咧车厢所的设计有较好势，毋过只要撞着捌的人，无论是新型的还是旧型的奥多摆衣座拢会当轻轻松松就拍开。旧车的话，它花的时间大概是3到5秒，它就可以把你的坐垫打开。不需要工具。不需要，它徒手就可以把你打开。如果今天是换做新车的话，它一样可以开，只是它花的时间可能会变成10到15秒，它一样可以开。只是差在说新车的话，它就需要作案工具。奥多摆业者强调，奥多摆车厢敢若适合放一寡备用的手套，还是护腕，无论是手机还是钱袋贵重的物件真正无适合放伫遐。当事人嘛讲，有了这个经验，以后毋敢搁甲钱放伫车厢啊。记者郭家族、柯超勇、高永昌报道。根据着外国媒体路透社的独家报道，讲美国情报也显示，伊朗政府无随灭亡的风险，而且这伊朗强硬派领导人继续伫遐乐团，战争要结束可能是无遐简单。那伊朗半官方媒体就特别点名一批美国的科技公司，包含着 Google、Microsoft、IBM、辉达，抑个甲骨文等等，威胁讲呢，要甲这有技术运用伫咧军事的公司呢，要甲因当作是攻击目标。那有一寡外商银行的也开始伫咧杜拜、卡达这员工甲因撤离办公室，改做是居家上班。And we've won. Let me say, we've won. You know, you never like to say too early you won. We won. We won the bet in the first hour. 川普伫昆塔基州共和党其中选举的造势场，大声讲对伊朗的战争早就得到胜利。美军阁拍拍28架伊朗伫霍姆兹海峡的布雷船，当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精准拍到伊朗3大军机的画面。不过，宣传警告同时 ，FBI 嘛对美国生化的加州发出警告。About this bulletin that some law enforcement put out about a possible Iran revenge plot in California, where there would be some kind of a boat offshore launching drones towards the. It's being investigated.
另外，路透社独家报道，美国情报嘛显示，伊朗政府无随倒台风险，代表伊朗强硬派领导人会继续掌权，要找到各方拢会当接受的战争结局，可能真困难。不过，伊朗总统贝德苏吉安11头一届开出3大停战条件，包括美国爱支付赔偿金，承认伊朗合法权利，国际社会嘛爱保证未来袂发生侵略行为。不过，伊朗对中东的攻击嘛无停落来，在伊中东杜拜国际机场，再去用2台无人机攻击。12分溪港的一栋建筑，佫出现几大片的灰尘，好亲像去无人机击到。当时，亲革命卫队的伊朗半官方媒体嘛点名一批美国科技公司，包括 Google、微软、IBM、辉达、甲骨文等威胁甲技术用伫军事的公司，会甲因当作攻击的目标。当时派驻伫中东的银行业嘛带咧等，花旗汇丰、十大甲美国金融的 JP Morgan， 拢已经要求伫杜拜卡达的员工撤离，改伫居家上班。开战甲打，伊朗对美国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的巴林已经发射170台无人机，加上8粒飞弹，大部分拢有轰炸落来，不过也是有石油设施去击到，大火柜拢烧起来。由巴林所发起的联合国安理会11通过一项13票赞成、2票弃权的决议，谴责伊朗对破坏国家的攻击。弃权的迄2票都是中国甲罗西亚。公司新闻翁如梅编译。国造的畅水南海鲲号当咧关节测试进度，顶礼拜有2届公开海上测试，今早起呢进行第6届潜航测试。针对着这大船公司希望伫6月交船，专家是认为讲也佫早咧。目前上阶段任务就是唱到上深，达到作战的程度。若这部分呢是也未做较够。若讲到最近呢，这中共辽台数量有减少，学者是认为讲真有可能解放军的这军心未稳定，防止这飞行员反背绕跑。民众同机啊花彩替大船海军加油鼓励。国造江南海鲲号1礼拜来2届展开畅水测试，12早起为高雄港出发，进行第6届畅水测试。我们国家自己造的潜水艇，支持一下国防，用行动来表达支持啊。海鲲号甲搭已经执行12届海上测试，好亲像有加紧测试的脚步，针对同款的深度、速度的条件，一直伫验证，确认系统设备的稳定度。对于大船要拼6月交艦，专家感觉袂使伤着急，讲海鲲号爱完成测试畅外深，不过目前畅落去也未达到300公尺的作战深度。我们就以公开数据300公尺来说，那当然是有一次测试一定要是完成这300公尺最大潜深的测试啊，因为我们就讲白点叫验货啦。在开放的海域之下，它如果深度够的话呢，其实它有比较多的我们叫作战余啊。另外，国防部发布最近有查到共机5台，其中飞过台海中线进入北部加西南空隙3台，国加强南6只绕台，这是共机位2月27消息，一直到3月7日才佫出现。国防部伫11早起6点开始到12早起6点。各查到中国的军机侵扰台湾空隙，引起关心。战机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驾驶，那他如果有心生不满，他只要拉杆一拉，大概他就可以脱离了。所以，是不是说，也就是说，代表中共对他现在飞行员，在做一些考核，或者是做政治的一些教育。学者分析，共机最近大幅度减少绕台，无歹都是共军内部军心无稳，各界将领落台，中国趁2回全面停飞。江南西台湾等于是建立防空网，防止第一线的飞行员叛逃。记者采访报道。行政院含在野党团版本的国防特别条例已经复委也未审查。那行政院的版本呢有编1.25条的预算，中科院的部分呢就908亿，要生产着这强攻飞弹、雷源2型无人机，还有攻击无人艇等3大项目。立法院呢下晡召开党团协商，针对着这 M1097自走炮、标枪飞弹、拖式飞弹和海马斯经过案的法规书特别告期，条约是同意授权予行政院先和美方签约。去年的国防展第一摆，互大家看到中科院自主研发的强攻飞弹，偌早的高度会当到70公里，有希望结合现役的天弓3飞弹和美籍爱国者飞弹，替台湾来构成正大的防空火网。行政院办国防特别条例规划1.25兆的经费，内面中科院编列809亿，要量产3大项目，包括强攻飞弹、雷源2型无人机和攻击无人艇。国内的部分应该放在这个年度预算，不应该放在特别预算。无人机，或者说导弹、反导弹，
甚至于在整个飞鸿供应链的部分，这个就是涉及到整个国防的一个自主啊。另外，美国这边同意出售台湾，包括 M109A7 自走炮、标枪飞弹、拖式飞弹和海马斯经过案，经费拢是对各方特别预算来，但是特别条例还未审查，造成这4项军购案的法计师特别告急啊，避免军购破局，条约是达成共识，同意授权行政院和美方签约。海马士是最新来的，它的效期是3月26号，而且直接写明不得展延。4项发价书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试着来去配合国防部，尽快把它做成，来增强国防。这次的授权，我们未来可以用这样子的模式，在 Altis 700发价书拿到手后，我们就是比照办理。另外，针对中国2020年的国防预算，差不多大票8.77兆，和区域的国家真烦恼，或者研判中国军队今年是装备高富的高峰期。那么在地缘战略上面实现来讲，它目的是期望台海除了要内政化之外，内海化之外，还期望走向一个内政化。他所做的联合战备警训。那到了2035年，他期望是能够做到近海安全战略。学者分析，中国军事战略目标重点放在南海和大海的内海化，军事确定的部分对第一岛链一直伸过去到第2岛链，还有建立西太平洋的投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咱台湾销去日本的米呢数量加3.2倍，超过12000吨，也是头一届用台湾米的品牌出现伫咧日本的超市。农业部透过各种的外销种的措施，协助农民走向高品质的市场，也希望讲今年会当提升外购的外销的量。不过，这农民是认为讲价销也是关键。日本超市货架顶米差不多红扫了了，店头家限制每一个家庭敢来当买一包。这几年日本国内面临白米供应无够，即马开始台湾米有外销的机会。农林署指出，2025年白米销去日本有12538吨，比前一年成长3.2倍，是头一届以品牌放伫超市伫卖。零售市场、超市里面可以用台湾米的这个小包装米。上到他们的超市，所以消费者直接就可以接触到台湾米。现在是首次我们有品牌上他们的通路吗？对对对。日本 Okinawa 著名连锁超市顶个月打店长系列影片，台湾米有翕到，嘛营造店外消费者想要抢买的气氛。农林署指出，外销日本爱检验超过600种农药，爱开真侪钱。政府补贴一半的检验费，国家外销的种类价的措施，鼓励销去高级的市场。不过到日本，唔但爱比品质，更较爱比价销。他们希望说，可以拿到的是一个好的米，新鲜的，又平价。如果价格都一样，他们一定用日本米，不会去采用台湾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国内出名有机米银川原来有真少量销去日本，不过主力也是放伫国内市场，嘛有开发出各种米的加工品，希望提高国人米的消费量。负责人讲坚持用国产的有机食材，虽然日本原来有介意米做的面，不过价销较歹取巧。米面条很喜欢，但是他希望我们台湾的品质，然后泰国的价钱。这件事情我们就是比较做不到了。外销只是一部分，主力还是希望台湾是。对对。日本伊家的国产米真丰盛，也是台湾米的品质有够好，不过价销无差偌济，安尼消费者也是会选日本米。但是要比价销，可能较输美国甲东南亚，要开拓市场，佮维持久长的生理，挑战未细。农林署是讲会持续辅导外销日本，今年会继续向15000吨来拍拼。记者采访报道。虽然今仔日日时有较烧热，不过暗时又过大陆冷气团落南，愈暗会愈冷。拜四暗时到拜五透早是上介寒的时阵，也那北部地区的低温反射剩10度尔尔。另外，国健署也提醒讲，有3高和慢性病的民众就要穿好较烧哩。拜四日时出日头，温度回升有较烧热，不过拜四的暗开始，佫要变天啊。气象署指出，雪落来各大陆冷气团会落南，愈晚会愈寒，嘛已经针对13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尤其拜四暗时到拜五透早会上寒，北部低温反射剩10度，迄卡到一直到这个拜六开始，冷空气才会渐渐减弱。明天周五之前感觉都是偏干冷的天气形态，那白天大致上是比较舒适的。
夜间清晨就要留意这种低温的状况了。那也要适时的调整穿着，尤其到了一入夜的时候，温度下降的速度蛮快的。气象署表示，虽然即阵冷空气较大，水气较少，不过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早暗会较寒。另外，气象署嘛指出，因为东北风增强，拜四拜五嘛会透强阵风，北部、东南部沿海地区、东南部平地，甚至市区、甲离岛，拢会细致，可能会透8级以上的强阵风。最后还要提醒哦，我们现在的东北风是今天刚刚增强的。那今天到明天，东北风影响的情形底下，我们在沿海空旷地区，还有各离岛比较容易有强阵风发生的情形。海面上的风浪也都是比较增大。这个风浪比较大的情况，主要是今天跟明天。到了礼拜6清晨之后，整个风浪会逐渐的小下来。另外，国健署提醒，近来温度变化较大，有可能引起心血管的疾病，有三高、慢性病等高危险的族群，就要前后小注意风寒。那胸坎扎扎会痛，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行政院今日通过6大社福津贴调整方案，给付金额调悬23.5%，而且加强照顾弱势之小，补助金额调悬1个月尚无有5000元，大约有89万人受到帮助。按算在今年7月要来推动。要送给你，在中间，你在中间。李长甲民团同齐送爱心物资关怀中继收治毒期长辈。今年81岁，但女士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总是以乐观开朗的态度面对。一听到行政院确定通过6大社福津贴调整方案，真欢喜。我们所领的钱根本跟不上这个物价的提升，往往有时候钱不够后不够，那会。有时候找妹妹借一点啊，找那边去张罗一点啊。补助的6大类大概在里面会有大概60户上下，我相信他们应该是蛮高兴的。6大社福津贴调整方案包括加收1户家庭生活补助、加收1户儿童生活补助、加收1户就学生活补助、新长者生活补助，用加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甲弱势之小生活辅助，拢调成23.5%。调整了后，有计受益人数89万人，未来会增加调整频率，每2年以物价指数评估调整补助金额。在低收入儿童生活补助本来最低是2313，我们就一次调升到5000元，而弱势儿少的生活辅助也是从2000多，我们一次把它调升到5000元，来保障他最低的这个生活一个水准。那这次透过这个社福津贴的调整，来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的一个能力确实有助于降低这些儿少去落入循环贫穷的一个风险。民团认为，经济补助只是第一步，也要建立完整的支持网络，要纳入托育、教育、交通、社区资源等多元面向，才会当真正互有需求的家庭，在社安网的照护之下，会当安稳。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面对超高龄社会，这偏向医疗也是一个大问题。伫咧台南呢，就一位家医科的医生罗芳华，就算已经退休啊，也是伫咧医疗前线投入居家医疗，加入去台南的偏乡，甲这医疗服务早到上界接近时代生活的所在。种花呢，在观察植物是否它有没有毛病啊，有没有缺水啊，跟看病人一样。修剪大话详细宣看，罗芳华医师甲照顾食物的心得，专做对病人的观察。退休了后，伊选择退而不休，那成立居家医疗诊所，佮甲服务延伸到台南庄卡，甲医疗带入高龄者上熟悉的生活场所。如果是到庙等于是就在这边居民，等于就在他家旁边，就好像也是去他们家，所以到偏乡呢，也好像。有居家医疗的那种精神在，就到不方便出门的家里面去看病。每礼拜4早起，北门新五宝宫的广播声一个响，长辈就慢慢行来庙宇看病。熟悉空间降低看区就医的体力负担，嘛化解高龄者面对医疗体系的心理压力。因为信仰庙宇是老人家的信仰中心，所以老人家如果白天或者是下午闲没事的时候，都会聚集在公庙这边聊天。宗教的信仰是更容易让老人家放下心防，然后愿意走出来。用这种方式替病人看病，虽然缓解庄卡医疗需求，却嘛凸显台湾分级医疗无好的问题。当社会普遍爱去大病院，毋那造成医学中心负担伤过重，嘛互基层医疗角色变差。
罗医师的行动，多为这款的体系缺失提出一种在地解放。如果我们每个社区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诊所的医师，然后他是愿意做在宅啊，愿意做巡回，那愿意做门诊，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够跟医院保持很好的衔接。这个我觉得对偏乡的民众来说会是，蛮有保障的。当高龄化变甲真四常，医疗袂阁是药物甲诊断，是定近伫社区的长期陪伴。对更较侪医疗资源行入庄卡，嘛为长辈的在地安老画出更较有尊严的未来。记者采访报道。AI 时代要真侪 AI 语言模型，不过伫咧处理台湾的语言环境的时阵，要辨识基因的时阵，这准确率含处理的速度拢无介理想。民间呢，就这电信业者含科技公司投入研发，在今仔日发表全新的 AI 语言辨识模型 MyVoca， 挺好支援台湾复杂的语言环境，准确率有到97%，会当听这台语、华语抑个英语，这语言透然做伙技巧。粗吼。你用迄粗配沙纸甲大大，佮用迄幼配沙纸甲佮安怎佮时啊计。现场示范伫工厂的专业对话，台语内底有真侪外来词，其实台湾的语言环境真复杂。除了华语，咱讲的嘛定掺台语和英语等等。但是以目前世界有名的 OpenAI Whisper 模型，却真学正确呈现意思，并间有电信业者甲科技公司投入研发，在12发表全新的 AI 语音辨识模型 MyVoca， 通支援台湾的语言环境。请问你叫的什么时阵日体大甲体房的？就是后礼拜3到后礼拜5啦。业者表示，这个台湾开发的语音辨识模型，训练的语料拢是投入资金去找各行各业去录音整理的，但已经用伫会议记录、客户服务、甲医疗长照等等。合作开发的科技公司指出，精准度已经有到17%，那专业的速度嘛比 Whisper 紧6倍。你讲木材工厂的、铁工厂的，你若无挑讲去找人来录，迄是无可能的。啊，阮就是安尼做，阮就是爱甲。这种文字透过我的技术去改，其实是爱改产生出来。我们在60线的表现，我们一次可以，它的延迟率只到1.083秒，意思你刚讲完话，其实文字就出来了，它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一个表现。今嘛是世界各国拢在比算力甲 AI 竞争的时代，业者希望这个新的模型在未来通协助台湾的企业提升竞争力。所以部嘛表示愿意提供免费的算力，和各行各业通继续做新的技术开发。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台南马岛市市场呢，今仔日正式行入历史路，因为这市场附近定是危险建筑。台南地方法院透早强制执行断水断电，现场气氛真沉重。真侪法官看到这电火火起的时阵是伤心甲流目屎，认为政府处理了无该妥当。若是政府是回应讲有争取到1300万的预算，甲附近的市场重新征收，也规划108担要互大家搬过去。透早9:50，台电人员时间一到就把电切掉。台南马岛市市场变甲暗梆梆，断水断电这个行动，嘛宣告76档历史的老市场正式结束。透早就有真侪民众专工来吃美食，要伫断电进前翕相留念，嘛有做尾30-40档的番仔，因为断电当场真侪番仔激动流目屎，因讲实在是唔甘离开家。唔知要去倒对啊，找无所在啊，人去足好的啊。迄边哦，拢无位无早啦吼，所在搁矮啦吼。诉求就是讲环保嘛，安尼半冬啦，也是迄落2-3个月啊嘛，无要紧啦。真无彩啊，无彩的透较大，咱就安尼，咱就若要甩对，咱就对来。市场哪会被关起来？但是警方局讲，主要因为这栋建筑物更见拢看现现啦。早在2014年，互人评估有安全性问题，为了公共安全停止使用。不过这单完全无法度接受，气不破偏向市府做假无周全，因认为这比大楼更加用，地动风台拢占会条。另外毛单这支当初因有交权利金，即马市府无半项补偿，就要强逼搬走，互因真怨叹。就爱加减啊讲歌钱出来再买，大家拢摕钱出来买呢。买管理金的，迄阵是公所，啊，毋是阮欠人的水钱，欠人的电钱啊。那我们第三市的公告，的确也是有50几个摊商的部分来跟我们做一个申请嘛。假如说我们这些协助措施，他们也有些有需求，已经也提供申请进来哦，那让这个部分
进驻马武。针对大因的指控，市府强调已经有争取1300万的预算，甲附近的市购市场重新征收，嘛规划108个单位要互大家搬回去。不过这个单位嘛是拢足无爱，认为新的空间上矮，店面根本无够本。市府强调会继续参详。不过老市场的落尾一间，依然是伫抗议甲唔感觉老百姓来面对这个现实。记者苏大南采访报道。高雄市传统彩绘部行文化资产保存者方振兴老师伫咧初七传出过往的消息，食到83岁。范振兴老师呢有真侪作品，上界特殊的，就是用砖头手拌去温染料，用炖的方式替这庙红仔来食食。也那这文化部也安上伫咧10倍个别式顶头颁发着金庸章，来感谢着方振兴老师对传统彩绘付出。家己想家己画，2档安尼会当画起来，互我感觉足满意。咱甲多天开，咱小解家己上满意的作品，伊是高雄市头一个登录无形文化资产的传统彩绘保存者方振兴。即摆传出方振兴老师伫咧初七已经往生啊，享受83岁，互大家感觉真唔甘。高雄市历史博物馆表示，方振兴是一位天生的画家，只要看文字的小解，就会当画出传神的人物画。尤其是用手部甲真知影一演一演就实的做法，更是伊独门的画法。方振兴一生除了伫中南部的庙寺留下侪作品以外，对传统彩绘传承嘛付出真侪心力。对2020年起，佮申请文化部补助，连续6年办传习课程。他其实只要听到教学2个字的时候，他其实是整个人是像生龙活虎一样的。包括像去年的时候，那个他的传习班，他还来一个突发奇想说，那我们干脆来个校外教学好了。然后还带了学生，然后到嘉义去，然后看他好几十年前的一个彩绘。方振兴是高雄真定人，伊工作室附近的西甲公祭宫都有真侪方振兴的作品，有的是伊早年的创作，有的是伊带后生做伙完成的。庙方人员讲，方老师定带学生囡仔来遮上课，亲像庙门的门神甲门道顶的彩绘，拢是伊讲课的题材。他的胡须很逼真，很细腻，对。迄当阵老师冇甲你介绍。对，所以他的胡须的那个画法不太一样。高雄历史博物馆表示，方振兴老师的告别式伫10倍举办，到时文化部也会颁发金庸章，感谢其对传统彩绘贡献。另外，方振兴雄过往，和今年度已经通过申请的传习课程有变数，今摆官方也等咧争取，看敢会当由伊的后生来接手上课。记者柯卡祖库朝阳高雄场报道。为了要抢救单基落旧厝的草橄榄树和温州街52项的老树，护树团体去到市政府门口抗议，强调这的大树呢，拢有超过50年历史，有丰富的历史价值，袂当刷走。不过，这所有权人台湾大学是认为讲，那准根据着这航照图是无都看出这的树有超过50年。为了梦中的橄榄树，橄榄树。护树团体伫台北市政府头前唱这条橄榄树，因要为保留树桩车名，歌手谢有第一届唱这条橄榄树，就是伫伊个老师陈基禄的古厝。现在陈基禄的古厝去互代代拆掉，古厝附近的18丛大树也偷偷互代代移除。这两片空地原本有18丛的大树，互代代处理掉7丛，所以剩11丛。护树团体是认为讲，这11丛拢应该保存落来，因为因遮的树龄拢超过50年。较目前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若是树仔直径超过80公分，树围超过250公分宽，加上树龄超过50年，符合这3个条件，树仔就爱受到保护。市府表示，原先代代移除的7丛拢有符合规定，若剩落来11丛，就要等护树团体提出树龄的证明。无可能讲去做甲树仔撤掉，爱看伊的年轮嘛，所以讲阮一定是用一寡相片啊、航照图啊来佐证讲这个树仔有超过50档。那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是从1945年就存在了。访问的高前里长，他的儿子现年已经65岁。他在5岁的时候就吃到感染了哈。面对抗议，代代是回应照航照图真歹显示一寡树仔的树龄，而且推测橄榄树是1990年才有的树仔，也未满50年。文化局也召开树保委员会，审议这的树仔敢有符合保护的资格。会议结果伫1礼拜了后就出来。记者陈林旭凯台北报道。
咱来看国际新闻，受到这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影响，中东各国一直遭受伊朗的报复。有民众烦恼讲会去受到影响，也当咧考虑讲要起这地下城堡住伫咧内面。美国德州呢，就有一间专门做防空核主体公司，最近这几天呢，一直有这中东的人客敲来门，订单呢是坐甲讲，就需要2-3年才做会了。拍开货柜厝的大门，行过门口的收纳空间，搁到客厅，规间厝包括厨房、浴间啊、困房拢有。这是美国德州一间专门建造防空核主体公司的产品之一。为10月日前爆发中东的美伊朗战争了后，愈来愈多中东消费者寻求企业为因客制化防空核主体，和公司的电话接甲手软。Do you want one that has bedrooms in it, or do you just want one that's a small space? We've seen a large spike since the war in Iran, primarily from the Gulf states, Bahrain, Qatar, Kuwait, and the UAE primarily. 生产防空核主体业者表示，公司伫2月26日才拄啊伫杜拜启用新的办公室，就拄到战争爆发。一般防空核主体租金大约25,000美金，相当大约79.5千块，会当提供4个人住伫土骹底大约1礼拜时间。随客户要求，这种主体也会当设计做长期大的类型，防具复杂甲复杂，搁具备除尽量是提供电源、过滤污水，甚至还有通风系统。互住入去的人会当住伫内底当1年至2年。主体建材也会当分做是南孔还是金属制造，造价会当达到数百万美金。在国际形势严重的情况之下，目前这间公司的订单已经完成至少20组防空核主体，准备送到全球各国。另外，手头也有40组主体等待完工。业者有估，未来2个月的销售价将会超过去3年的总和。因过企业有愿需要2至3年时间，才会当生产完未来2个月所接的订单。公司新闻台是董编译。看这条新闻，有影足新鲜，一只熊在英国动物园内面的红毛熊呢，困当4个月才拄结束。保育人员发现讲，伫咧困的这段期间，平均是25公斤。咱做伙来看伊古锥的模样。伫咧草埔一直高高练，住伫英格兰贝德福郡这个英国上大的动物园内底，有4只棕熊经过4个月困冻拄精神。养饲的人讲，因精神的时阵并未感觉枵，结果是食一寡菜色。想要做的代志，颠倒是先活动筋骨。Their body, certain things shut down in a certain way to allow them to sleep that long. I think it just takes a little while to get everything going again. So they definitely come out half asleep still, sort of plodding along. They're there, they want food, but like they'll quite happily snooze for a bit in the paddock. 养饲的人讲，拄精神的棕熊会一直拄久，煞尾才会活跳跳、欢欢喜喜斗阵佚佗。也若养饲的人该因做的第一件代志，就是先量体重。And they've all respectively lost around 25 kilos from when they went to sleep. They will still continue to lose weight at the moment, so they kind of go up until about May of still losing weight, and then we get to May and they start to put weight on again. 养饲人表示，5月是进入棕熊大鱼大肉的爆发期，逐工拢会摄取几若千卡路里的热量，因会一直想要食好大块。养饲的人嘛发现，棕熊想要食的菜色会对胃口来变化，有时这个月爱食的菜，后个月就完全袂合。也若棕熊变大块，嘛是为着后一个困冬做准备。目前棕熊并无列入灭绝的范围，不过动物园指出，因为失去栖地，还佫有人甲熊之间的冲突，欧洲一寡棕熊亚族群已经伫要灭绝。公视新闻曾慧敏编译。科学家对海鸟的肠仔内面发现讲，因食真侪塑胶本素，大部分拢是白色的。因来用这徛膏来做试验，发现讲徛膏也会经白色的塑胶干仔，这有可能白色含鞣鱼，还有这个鱼仔色水较接近，也有可能因本身就较介意白色。徛膏用巴肚伫冰顶悬得出行，再佮用石头来控制方向，安尼比用行佮较有效率，速度嘛较紧。纽西兰奥克兰大学发表上新的研究，因伫徛膏的肠仔内面发现讲，互因无细日食起的塑胶本素，大部分拢是白色的，毋是其他的色。这个结果是引发研究人员的好奇，到底是因为海洋的本素大多数拢是白色的，还是徛膏较介意白色？研究人员就甲红色、蓝色、黑色和白色的塑胶管的挂固定伫插帮顶悬，而且互水族馆的46只徛膏来做选择，结果发现徛膏选白色的挂的几率，会使讲是黑色的2倍，嘛比红色是蓝色的挂悬出45%左右。
could be because the white color may resemble colors of prey like the squid or the fish, but also it could resemble feather coloration. So they may prefer to go to the white because it may look like feather colors. 除了有因较介意的色，伫实验内面，佫有徛鹅捌对这挂做出求偶还是生团的行为。科学家认为讲，可能是因为有感官上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的动物拢有家己较介意啥物，毋那是徛鹅，连海鸟的肠仔内面嘛，大多数拢是白色的塑胶本素。We found that when we looked at what colors plastics seabirds were ingesting, we found that white plastics were also more commonly ingested. So not only is a white plastic a triple threat, it's found more commonly in the ocean.It's found more commonly in the guts, but now it's also preferred by the penguins. 研究人员讲，徛鹅若是无细日去食着软性的塑胶，亲像是鸡龟仔，也是脆暗的脆片，会互因胃肠塌条，营养不良。严重的时阵，甚至会枵死。较尖的塑胶，亲像是长期的餐具，也是管仔的挂在脆片顶，会堵破因的肠仔。根据国际鸟鸣的统计，全球差不多有1/3的海鸟仔的物种，当面对灭绝的威胁。科学家嘛呼吁讲，除了减少塑胶的总体使用量，佫会减少白色材质的使用。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咱做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1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0度到22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1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暗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